辛辛苦苦做咗幾十年嘢，終於退休，手頭有翻多少積蓄，以為可以安安穩穩過埋下半世，點知有啲人3年就使清光，有啲人5年就俾人呃到渣都冇，有啲人明明有幾百萬身家，結果俾人呃到所剩冇幾。你話慘唔慘？呢啲唔係個別例子，係好多香港老人家正面對緊嘅困境。問題出喺邊度？唔係你冇福氣，而係你唔識守財。揾錢靠能力，守財靠智慧。呢個道理老祖宗幾千年前已經寫得清清楚楚。易經64卦表面講天地變化，其實字字句句都係講做人嘅道理，用錢嘅規矩。今日我就同大家拆解老祖宗留低嘅5條理財鐵律。60歲之後一定要記住，否則退休金遲早散晒。第一條鐵律，使錢要有道。易經64卦入面有個卦叫做節卦，上面係水，下面係澤。你可以想象一個壺柏裝住水，水多到一定程度就會滿竦。呢個卦嘅意思好簡單，凡事要有道，水太多會溢出，錢太多亂使，道理一樣。好多人退休之前每個月有固定收入，使錢嘅時候心裏面有個底，但係一退咗休，戶口可能突然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，忽然間大把錢喺手，心態就變咗，覺得自己辛苦咗一世，終於輪到自己享福，於是請飲茶買嘢鬆手咗，計數冇以前咁精，樣樣加埋每個月使嘅錢比返工嗰陣仲要多。以前你每個月有收入，使完下個月又有，但退休之後你嘅錢只會越使越少，唔會再增多。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分別。古人講得好透徹，節卦入面有2個好關鍵嘅概念，一個叫金節，一個叫苦節。金節就係適度嘅自制，你控制自己嘅開支，但唔會覺得委屈，唔會覺得自己好慘。你知道自己每個月可以用嘅範圍，你照樣飲茶，照樣買餸，照樣過日子，只不過有所節制。嗰種感覺係甘甜嘅，因為你心安。另一個極端叫苦節，有啲人退休之後見到錢都唔捨得使，買個麵包都要計較幾多錢，冬天唔捨得開暖氣，夏天唔捨得開冷氣，睇醫生都唔捨得，嗰種就叫做苦節。古人話苦節不可貪，因為將自己逼得太緊，身體搞壞咗，精神搞差咗，到時醫藥費分分鐘多過你慳落嚟嘅錢。更加重要嘅係，你連自己都過得唔開心，退休嘅意義喺邊度？所以第一條鐵律嘅核心唔係叫你唔好使錢，而係叫你使錢要有道。古人用水同壺柏做比喻，壺水太滿會溢出，太少會乾枯。最好嘅狀態係保持一個適中嘅水位。退休之後都一樣，你要揾到一個平衡點，既唔使過揮霍，亦唔使過度苛刻。具體點樣做？你可以記一記每個月嘅基本開支，膳食、水電煤、交通、醫療，呢啲係日常固定嘅，再加一個合理嘅生活開支，飲茶、買書、偶爾去客旅行，將呢2個數加埋，就係你每個月嘅預算。只要你嘅總支出可以支撐到你嘅預期壽命，你就安心啦。香港人平均壽命100幾歲，如果你60歲退休，至少要有25年嘅錢，計清楚呢條數，你嘅心就會定，唔會亂使。點樣知道自己使得有冇個度？好簡單，你回想下過去3個月有冇啲嘢你使咗錢之後覺得後悔嘅？如果有，下次就唔好再使。反過嚟，過去3個月有冇啲嘢你好想買，好想做，但因為唔捨得而放棄咗，之後心裏面唔舒服嘅？如果有，你可以諗下係咪可以適度調整退休之後嘅開支，結果同打工嗰陣係完全唔同嘅。你唔再需要返工嘅交通費、應酬費，但係你嘅醫療開支會增加，社交開支會增加，休閒消費都會增加。所以你好重新計一次數，計一個屬於退休生活嘅預算。你嘅預算唔一定要好精確，但一定要有咗預算，你個心就有咗底，就唔會恐慌，亦唔會亂使。呢個就係節卦教我哋嘅道理。
適度嘅節制叫做金節，人生自在；過度嘅節制叫做苦節，反而自苦。退休理財嘅第一步唔係唔使錢，而係令自己嘅錢用得更加有價值，更加有意義。第二條鐵律，分清楚真益同假益易經，入面有兩個卦，好有意思，一個叫損卦，一個叫益卦。損係減少，益係增加。你可能會覺得奇怪，退休之後唔係應該諗點樣益增加咩？點解要講損減少？古人嘅智慧就喺呢度，表面上嘅益可能係真嘅損，表面上嘅損可能係真嘅益。關鍵係你識唔識得分。舉個例，你退休之後每年花幾千蚊去做一個全面嘅身體檢查，表面上好似使咗錢損，但如果檢查出早期嘅病變，及時治療，你就避開咗日後幾十萬嘅醫療費。呢個損其實係益同樣道理。你每個月俾1000幾百買一份合適嘅醫療保險，表面上係使錢，但一旦有事入醫院，保險幫你兜底，你唔使用到退休金嘅本金，呢個又係損變成益。再講，你退休之後願意花時間同心機去維繫家人朋友嘅關係，飲杯茶探下老朋友同舊同學聚會，一年都要用啲時間同少少錢。表面上你係付出，但實際上你係喺度累積一種好重要嘅資本。到你真正需要幫助嘅時候，身邊有人關心你、照顧你，呢個價值係用錢買唔到嘅。呢個又係表面嘅付出變成真正嘅收急。反過嚟講，有啲嘢表面上係益，實際上係損，呢個就更加要小心。有啲投資產品標榜每年有8厘、10厘回報，聽落好吸引，以為自己晚年有靠。但你諗下，銀行定期存款得2-3厘，點解佢可以俾到8厘、10厘？天底下冇咁好嘅事。好多時候你所謂嘅高回報，本質上係用你嘅本金去派息俾你。你以為自己賺緊，實際上你係殺緊。等你發現嘅時候，可能已經太遲。嗰種表面係益，實際係損嘅陷阱。喺退休理財入面特別常見。損卦入面有個好重要嘅提醒，要損嘅話一定要有誠信做基礎，先至會帶來好嘅結果。用喺退休理財上面，意思就係你嘅每一筆支出、每一個投資決定都有真實嘅判斷，唔好呃自己。你真正需要嘅同你以為你需要嘅係兩回事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損卦教人損己利人，但同時提醒你唔好過度損己。好多退休嘅老人家一生人習慣咗為家人付出，退休之後仔女要買樓，幾十萬咁幫，孫仔要讀書，由我嚟俾幫人係好事。但你要記住，你已經退休啦，你嘅錢只會越用越少，唔會再增加。如果你為咗幫人而將自己嘅老本掏空到你自己有需要嘅時候，你話點算？古人講得好，自己都點樣養人，所以幫人可以，但要量力而為。損卦嘅精髓就係損有道，亦有方。記住一句話，真正嘅益係可以保護你嘅嘢，健康、安全、關係保障。真正嘅損係用喺你搞唔清楚嘅嘢，聽人講嘅投資，唔知點解要買嘅產品，連自己都唔明嘅合約。分清楚呢兩種，你就唔會俾表面嘅數字迷惑。第二條鐵律嘅核心就係分清楚真益同假益。表面上嘅益往往係損，表面上嘅損往往係積累。退休之後，你要學習用長遠嘅眼光睇問題，唔好俾短期嘅得失迷惑。第三條鐵律，順利嘅時候要為逆境做準備。中國文化入面有個好深刻嘅概念，叫做物極必反。月亮圓到最滿嘅時候就會開始變缺，花開到最盛嘅時候就會開始凋謝。呢個唔係悲觀，而係天地萬物嘅規律。易經用否極泰來同太極否來呢兩個卦嚟描述呢個規律。陽到咗盡頭就會轉陰，陰到咗盡頭就會轉陽。太平嘅日子過得太耐，人就會開始鬆懈。困難嘅日子捱過之後，好運就會嚟。人嘅命運從來都係循環不息嘅，呢個道理放喺退休理財上面，
就變得非常實在。好多老人家退休之後嘅頭幾年，如果碰啱股市好、經濟好、投資可能賺到錢，嗰個時候就係最危險嘅時候，因為你會開始覺得自己好叻，覺得自己揾到揾錢嘅方法越投越多，膽越來越大。你唔知道嘅係市場嘅好景，從來都唔會長久，升得越高，跌得越痛。呢個係古今不變嘅定律。我見過一個真實嘅個案，有位退休嘅男士做小生意退休，手上有300幾萬。退休頭2年，佢開始學人買股票，因為個市好，幾個月就賺咗20幾萬。佢越買越有信心，覺得自己終於揾到揾錢嘅方法，於是將大部分積蓄擺晒入股市，仲開始炒埋期權渦輪。結果大市一轉，短短半年輸咗過100萬，300幾萬嘅身家蒸發咗一半。更加慘嘅係，因為晚晚瞓唔着，血壓飆升，身體都搞垮埋。呢個教訓就係物極必反嘅代價。易經嘅智慧係，當你順風順水嘅時候，你更加要提醒自己，好景唔會永遠持續，你要喺好嘅時候為壞嘅時候做準備。具體嚟講，無論你嘅投資表現有幾好，都唔好將所有雞蛋擺喺同一個籃入面。你嘅退休金應該分成幾份，一份係保命錢，擺喺最穩定嘅地方，銀行定期、政府債券，呢啲錢唔好屈，係你嘅底線。一份係生活錢，用嚟應付日常開支；一份係增值錢，可以攞去做一啲穩健嘅投資。但呢份增值錢就算全部輸晒，都唔會影響你嘅基本生活。呢個分配方法其實就係古人講嘅陰陽平衡。你唔可以全部進取，亦唔可以全部保守。進取同保守要並存，互相制衡，先至係安全嘅。佢好似天同地一樣，天係動力同變化，地係穩定同承載。冇咗地，天就冇根基；冇咗天地就冇生機。你嘅退休金都係一樣，要有穩定嘅根基，先至承受得起變化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呢個道理唔單止講投資，更加講健康。你今日身體好好，唔代表5年後、10年後都係咁。所以喺你身體最好嘅時候，就要為將來嘅醫療開支做準備。呢筆錢係神聖不可侵犯嘅，唔好因為任何原因動用佢。因為人老咗之後，最使錢嘅唔係買樓買車，而係睇醫生。預留定一筆錢，到時唔使驚慌失措，亦唔使開口問人攞第3條鐵律。順境嘅時候要清醒，逆境嘅時候要鎮定。老祖宗講居安思危，就係提醒你，你準備得越充分，危難到嘅時候就企得越穩。第4條鐵律，識得止先至守得住第4條鐵律，可能係最直接、最救命嘅一條。呢條鐵律用2個字就講完，知止。知止就係知道幾時應該停。易經有個根卦，講嘅就係止嘅智慧。行路穩穩陣陣，行到山邊，見到前面係徵崖，你就要停。呢個道理人人都明，但係到咗關鍵時刻，好多人就唔記得。退休之後，你最大嘅敵人係咩？唔係通亨，唔係股災，而係你自己嘅貪念。人嘅貪念係冇底嘅。你有100萬嘅時候想要200萬，你有200萬嘅時候想要500萬，你永遠覺得唔夠，永遠想要更多。嗰種心態，你後生嗰陣可能仲有翻身嘅機會，但係退休之後就極之危險，因為你已經冇辦法再揾到同以前一樣嘅收入。你嘅本金用咗就係用咗，唔會再嚟。所以你嘅投資回報要適可而止。以而家嘅經濟環境，穩健嘅投資每年有3到5厘回報，已經好好。唔好聽到人哋講10厘、20厘眼紅。你要記住一條好簡單嘅道理，回報越高，風險越大，冇任何例外。如果有人同你講有個投資機會回報好高，但係風險好低，你就要打醒12分精神。呢個世界上面，凡是話你知穩賺不毛嘅，10個有9個係騙局。退休嘅長者係好多騙局嘅主要目標。點解？因為騙徒知道你手上有錢，知道你想錢生錢，
更加知道你嘅資訊來源有限，容易俾高息嘅承諾打動。佢哋會用各種方法嚟接觸你，免費講座、免費旅行團、老友介紹、銀行理財經理推薦，講嘢好好聽，態度好親切，令你覺得好安心。但你要記住，越係令你覺得安心嘅嘢，你越要小心。我聽過一個令人心酸嘅個案，有位70幾歲嘅伯伯，一生勤勞，儲咗300萬。有一日，舊同事介紹佢去參加一個投資講座，話有間公司做咗個保本增值計劃，每年保證有18厘回報，仲話有政府背景，有擔保。伯伯聽完之後覺得好正，於是擺咗50萬出嚟投半年，果然每個月準時收到利息，佢放心晒，於是再加碼100萬、200萬，到第3年間公司突然聯絡唔到，辦公室搬走咗，網站關閉咗，連介紹佢去嘅舊同事都失咗蹤300萬，就咁冇晒。呢種絕望你可以想象得到，呢個故事聽落好極端，但係類似嘅情況每日都喺呢個世界上發生。古人之所以將資子提升到咁高嘅位置，就係因為佢哋深深明白人性嘅弱點，人一見到利益就容易失去理智，所以資子就係叫你要喺應該停嘅時候果斷停低。具體操作上，你可以俾自己定幾條紅線。第一條紅線，任何投資機會，如果佢要你即刻做決定，唔俾時間你考慮嘅，一律當係騙局。真正嘅投資機會從來唔會逼你即刻簽名，只有騙局先至會製造急迫感。第二條紅線，任何要你用超過總資產30%去投入嘅機會，一律推，唔好為咗一個機會就賭上大部分身家。第三條紅線，任何你自己解釋唔到嘅投資產品，一律唔好掂。你連個產品係點都講唔清楚，你點會放心將錢擺入去？呢幾條紅線就係你資子嘅具體邊界。有咗邊界，你個心就有定力，唔會俾外面嘅誘惑擾亂。第4條鐵律嘅核心，識得停，識得拒絕，就係保護自己嘅最好方法。第5條鐵律，順勢變通，唔好一成不變。第5條鐵律可能係最有深度嘅一條。易經嘅核心其實就係一個字變，天地萬物時時刻刻都喺度變，春天變夏天，夏天變秋天，秋天變冬天，冬天又變春天。經濟都係一樣，繁榮之後有衰退，衰退之後有復甦，呢啲變化你阻止唔到，但你可以順住佢行。古人講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，意思係你困住嘅時候要適當變通，變通之後就會暢通，暢通之後就可以長久。呢個道理放喺退休理財上面有幾層意思。第一層，你嘅理財策略要隨住年紀變，你60歲嗰陣嘅財務需求、風險承受能力、健康狀況同你70歲係唔同嘅。你70歲又同80歲唔同，所以唔可以用一套方法行到底。好多理財專家會講一條好簡單嘅法則，你嘅年紀就係你應該擺喺穩健投資嘅比例。你60歲就將60%擺喺穩健嘅地方，你70歲就去到70%，你80歲80%以上都要穩穩陣陣。呢個唔係死規矩，但背後嘅邏輯好清晰。你越大年紀，承受唔起損失嘅能力就越低，所以策略就越要保守。第2層，你要因應大環境嘅變化嚟調整。利率高嘅時候，定期存款可能已經夠好；利率低嘅時候，你可能要考慮其他穩健嘅工具，例如政府發行嘅銀色債券。經濟波動大嘅時候，你應該要收緊防線，保本為先。古人講到時，就係要你睇住個勢嚟行。大環境穩定，你可以進取少少；大環境動盪，你就收埋自己，順勢而行，就係幾千年嘅智慧。第3層，你嘅心態要變。好多人退休之後，成個身份認同都變咗。以前你係某某公司嘅經理，某某行業嘅專家，你有地位，有話語權。退休之後，你覺得自己好似冇咗價值。嗰個時候，有啲人就會想透過投資嚟證明自己。我雖然退咗休，
但我仲可以揾錢，呢種心態好危險。你要學習接受退休之後嘅角色轉變，你嘅人生價值唔再係靠揾幾多錢嚟衡量你嘅健康、你嘅家人、你嘅內心安寧，先至係呢個階段最重要嘅嘢。你嘅理財目標唔再係更多，而係夠用、安心。心態一轉變，你就會發現好多以前覺得好緊要嘅嘢，其實冇咁緊要，你反而會輕鬆好多。古人講與時偕行，就係要你根據時代一齊行，但呢個行唔係盲目跟風，而係順住自然嘅節奏走。你退休之後就要用退休嘅步伐嚟行，你年紀大咗就要用年紀有大咗嘅智慧嚟做決定。你唔係同後生比較，你唔係證明自己嘅能力，你要做嘅就係守住自己嘅老本，過好自己嘅日子。但係變通都有另一面，就係你唔好太固執。有啲老人家一世習慣用某種方式管理錢財，例如全部擺定期，幾十年都係咁。但時代變咗，利率環境變咗，通信嘅速度可能快過定期利息。你啲錢擺喺銀行，表面睇冇事，但實際上告擺力一直喺度縮水。嗰個時候你就要變通，唔係叫你去炒股，而係可以考慮銀色債券、穩健嘅基金或者其他你搞得清楚嘅工具。固執唔係美德，反而係糟根。講到變通，仲有一樣好多人忽略嘅，你嘅家庭結果都會變。你退休嗰陣，仔女可能未成家，過幾年佢哋結婚生仔，角色就變咗。再過幾年，你嘅老伴可能身體開始轉差，你嘅醫療開支會急劇上升，呢啲變化都會影響你嘅財務安排。所以你唔可以退休嗰陣做好一個計劃就一勞永逸，你至少每2、3年就要重新審視一次自己嘅財務狀況，睇下有冇需要調整。呢個就係與時偕行嘅實際操作。古人講得好，水無常形，兵無常勢，人要變，水要變，但水點變都離唔開河床，人點變都離唔開原則變。通嘅精髓就係喺原則之內靈活調整，而唔係放棄原則去搏。第5條鐵律嘅核心，世界變，你都要變，但變嘅係策略，係方法，不變嘅係原則，量力而為，保護本金。水嘅形狀隨住容器而變，但水嘅本質永遠係水。你嘅理財方式可以變，但你守護退休金嘅初心唔可以變。總結5條鐵律，守護你嘅下半生好。5條鐵律，我同你做一個總結。第1條，使錢要有道，不過度揮霍，亦不過度苛刻。第2條，分清真益假益，表面嘅付出可能係真正嘅積累，表面嘅收益可能係真正嘅損失。第3條，順境時為逆境做準備，未與感，居安思危。第4條，識得止，識得停，唔好俾貪念蒙蔽，定好紅線。第5條，順勢變通，隨住年紀、環境、家庭狀況嘅變化，靈活挑醒。呢5條鐵律，表面講理財，實際上講做人。老祖宗嘅智慧，幾千年嚟都係講同一樣嘢，平衡之子變通。呢5個字放喺理財上面得，放喺做人上面都得，放喺養生上面一樣得，因為天地嘅道理係相通嘅。你嘅退休金靠嘅唔係命，而係你順住自然嘅規律去行。你明白呢個道理，300萬可以幫你安安穩穩過一世。你唔明白3000萬都會散失。退休係人生嘅另一個開始，你嘅下半生值得一個安穩、有尊嚴、有質素嘅晚年。而呢個晚年嘅基礎就係守住你嘅老本。最後我想講，5條鐵路可以濃縮成幾個字：有道變益居安，知止變通。你記住呢5個詞就已經受用一世。易經嘅道理唔係掛喺牆上面嘅裝飾品，而係你口袋入面嘅指南針。帶住呢個指南針，路再長風再大，你都唔會迷失方向。你對錢有敬畏之心，你就唔會亂使；你對市場有敬畏之心，你就唔會亂投；你對自己嘅能力有敬畏之心，你就不會高估自己；你對時間有敬畏之心，你就會明白每一分錢都得嚟不易遠。你嘅退休生活安穩、健康、快樂，
呢個就係最好嘅福氣，共勉之。